添，加多5個，於是400個區議員咧就選6個立法會議員。咁呢個咧就係平均68人選1個立法會議員，呢個係最細嘅小圈子。呢個咧係會導致政治分贓，就絕不可取嘅。所以特首你唔好成日話我反對你就係為反對而反對，我係有理由先反對嘅。好啦，跟住新嘅回合，呢個回合咧係請阿余議員。特首你就唔肯俾現場觀眾啦，咁所以咧我就呼籲市民俾啲意見同埋提問俾我。咁呢個咧就係嚟自一個中三嘅同學嘅，就叫做偉宣。咁佢就話佢準備將來讀大學咧，佢而家咧都要話係揀科啦，又要報考即係公開試啦咁。佢就覺得唔明白點解政改咁大件事，你作為一個特首，竟然可以同市民話喂2012之後咪冇得傾㗎嚇？你叫我哋起樓，航線圖都冇，用乜嘢我哋去到海洲中心嗰度浮下，到時買唔到我點算啊？特首，申請咧，如果係白測字你都唔信咧，好艱難嘅。2007年我以為你係律師，你都明白到人大決定講得好清楚。2017年我攞補選行政長官，2020年咧，如果我選咗特首之後，應該可以補選立法。呢啲係好既定嘅日子度嚟㗎，呢個正式係我哋嘅目標咧。跟進佢嗱，特首對年青人咧就要講真話嘅。而家唔係淨係話信定唔信嘅問題，你有手指可以數嘅。特首選舉得2次嘅機會，2012、2017；立法會選舉得3次機會，2012、2016、2020。咁你而家叫我哋行2012呢一步，咁話如果立法會選舉嚟講得翻2步嘅啫喎，咁如果你話作為特首，你話我而家以後呢個唔傾啊，淨係2012嘅啫。人哋中三嘅同學都識得要計劃個方向，你作為特首點可以見步行步咧？最重要呢一對嘅就係2012嗰方行得到，係因為啱前一個中段站去到佢最後嘅目標啦。而家最困難、最矛盾嘅咧，就係而家我一步都唔行，我根本就唔想去。所以而家而家我哋現有所有嗰啲頭先所批評嘅黑板都轉晒咗嚟，所以人硬係覺得你根本就係我哋一公民團體嘅公民議席嘅根本回收晒。好，跟住有新一輪嘅答問啦。呢個回合咧，我哋就先請阿特首發言嘅。議員，你哋一意孤行進行呢個補選，係支持你所謂嗰個5區公投，得出嚟結果咧係慘淡收場。香港人咧投票率咧係有史以來冇咁低嘅，但係你咧就講俾香港人聽，就話呢個係成功嘅一個運動。你咁樣欺騙香港人，你點樣帶領我哋？點解能說服佢哋帶領真正去民主？佢咁講就唔啱喎。係啊，特首17.1%嘅投票率當然係唔理想啦。但係咁喎，你亦都唔可以睇少50萬人投咗票嘅特首。記得上次20萬人上街咧，政府咧就收回23條。咁而家咧，我亦都睇到琴日，譬如港大嘅民意出咗嚟啊，你咁中意講百分率。根據港大嘅民調咧，就70%嘅市民要求2016就取消晒全部功能組別喎，65%嘅市民咧就話你要收回而家呢個方案喎。咁你會唔會聽呢啲人咧？最重要咧，我哋要聽咧就不單止係參選嘅人，同埋或者係去投票嘅人。最重要咧就係我覺得咧，你今次咧欺騙咗人嘅話咧，咁樣咧人哋真係唔信你嘅。我哋將來點樣能夠再聽你嘅話，再講普選，就算你講一番嘅道理，完全咧係歪理。你見得到將人打呢啲説話咧咬住佢，考開佢，你或者佢咁講説話，好艱難嘅。繼續，頭先你嘅答案更加冇答到原底嘅問題。你繼續呃香港人嘅時候咧，冇人信到你嘅。特首，我覺得少少咧，我諗你背咗個答案，所以咧你我答得你就背咗啲答案出嚟。我邊度禮環節曲啫，係嘛？我話係啊，17.1%個百分率唔理想啦，但係你同樣可以抵消50萬投票啦。我就問你，而家最新琴日港大嘅民調講嗰啲數字出嚟，你完全冇答到，你又話禮環節曲。我以為你今日係嚟縮窄嘅分歧嘅，唔係愛嚟專登係人身攻擊嘅，所以我希望你帶翻去個問題嗰度。我係同你講緊好清楚，琴日講解出咗個民調，70%嘅香港人要求唔好似過2012取消所有功能組別，65%嘅人要求你收回呢個方案。請你答我頭先嘅問題。好啦，跟住呢個回合咧，就輪到余若薇議員啲發問。主持今次係咪應該英文喎？邊度？仲有回合？
嘅無能官員把持咧，佢就覺得前景暗淡。佢問咧就係話點解既然特區政府承認而家嘅功能組別又唔符合普及平等嘅原則，而且咧根據本地立法需要北京批准，已經可以修改而家嘅功能組別嘅啦，但係咁多年都冇做過，佢想問係咪你包庇強權咧？首先我哋見到而家立法會嘅本身嘅傳統咧，香港立法會已經有167年嘅歷史，更加咧我哋一個功能議席咧，總有四分之一嘅世紀。如果呢樣嘢突然間改變嘅時候咧，你知道有幾多個難處？頭先我同你講，任何嘅改變都係需要得到2/3嘅立法會議員支持，就係40票。呢個係最難得嘅問題。所以我哋係點樣能夠用最好嘅方法嚟做？今次我哋嘅方案就利用雖然話功能議席，我點樣能夠將啲直選嘅人係經過直選嘅產生嘅呢一個區議員能夠可以加入去立法會裏邊，所以整個呢個民主嘅成分，整個直選嘅成分，而家又去到60%，傳統嘅呢一個區議員嘅成分，傳統嘅呢個功能議席嗰啲成分得40%，呢個整個係比過以前更加好嘅方案，所以 Alfred 應該放心嘅跟進。特首你就好意思話俾我哋聽，功能組別存在咗1/4嘅世紀啊！你記唔記得啊？1999年特區政府提交咗個報告俾人大，俾呢個聯合國，話俾佢聽功能組別係過渡嘅安排。本來嘅設計就係循序漸進，就係我哋要增加直選嘅議席啊嘛！你好意思話俾我哋聽？4/1世紀，人哋 Ultra 就係問你，喂點解你唔取消啊？其實功能組別影響民生嗰個議題，我想話俾你聽啦，我識陳淑莊呢個口令，我1個鐘頭都講唔晒。其實你自己都心知肚明啦。你諗下，呢個將我哋香港人分等級，我哋普羅大眾市民每人1票嚇，功能組別嗰啲咧，嗰啲上等人啦，都即係嚇，你諗下，有啲咧唔單止1票2票，有啲咧仲係計過咧人員監察咧有41票咁多嚇，仲要咧即係法律容許佢哋中票啊，因為你開多一間公司，你同嗰個行業冇關係咧，你都可以有票嘅。透過呢個分組點票咧，佢哋等於15個功能組別嘅議員咧，就可以卡住我哋全港300萬市民選出嚟嘅直選嘅議員，佢哋將業界嘅利益擺喺公眾嘅利益上邊。你諗下，好似譬如最低工資否決咗3次，今日我哋老早通過啦。而家講最低工資，張宇人就話20蚊，佢話唔夠生活咧，我支持你去問政府攞公帑補貼。雷曼事件你有冇見銀行嘅代表團做過嘢咧？仲有你個老友鄭經翰，佢喺立法會嗰度咧，提一個動議，佢就話咧，我哋買樓計尺數咧，就係應該根據測量師學會劃一標準，但係功能組別反對，所以你可唔可以解俾香港人聽，點解街市買餸呃秤啊都要拉去見官？點解買樓